比較工作好忙，咁運動其實都係一個需要持之以恒嘅一個運動嚟嘅，即係唔可能話你做係啦項目啦，係啦，你唔好話做一日運動跟住唞3日，跟住第5日先去做。咁當然啦，譬如話我哋平時工作，我自己嚟計，我比較忙嘅時候都會盡量可能1個鐘頭都會去做下運動，因為即係適當嘅運動其實會帶俾你個人會你個身體會產生分泌一啲嘅開心嘅荷爾蒙，令到你個人會更加精神啦，更加會有呢個動力啦去面對你即係每一日嘅工作。咁所以今次可以即係有機會嚟到參與聲音健康呢個節目啦，亦都負責游泳呢個項目啦。哇！見到自己嗰個，即係你而家唔使 show 你嘅肌肉啦，直接游泳嘅時候。大隻過嗰個 poster 㗎，佢依家好 fit 嘅。點解你咁清楚嘅咧？我同佢好 friend 啊嘛。好啦，呢啲我哋唔好台上講。其實咧係嘅，非常之重要。做運動咧，除咗係我哋身心健康啦，亦都係可以俾到我哋多啲嘅自信心啦，去面對每日要面對